后来，这个彰化市公所最近伫个火车头、公车站甲人行道的边啊，拢架设着录影器材，你掠人乌白等这个混杂啦。2个月已经开出着70多张的罚单，第一届罚1200块，若是累犯，上悬罚到6000块。辛苦的清洁人员多扫过年，等公车的小姐又将这个混杂啊贴伫涂骹。 有人是为车内等伫大路，还是固伫路边食煞，就将混杂啊等伫水沟内面。有人等了随便走，当作讲无人注意到，这无公德心的行为，拢互人翕甲清清楚楚。彰化市公所依照这影像2个月来罚70几件。我想你伫路边等，吼，伫车顶等，拢会去互录到哦。录到会甲你追踪，会以车追人。 吼，然后车牌翕到，就会罚车主哦，吼，就会叫你来立罚款，若恶多嘛，嘛会甲你追踪到你个人。除了用活动式的录影器材，环保局嘛不定时去派人到公车站也是车头去巡逻，若发现有人乌白等混杂啊，头一摆是罚1200块，若是累犯，上重会使罚6000块。